妈祖出巡，所以正中央妈祖的神位是没有看到妈祖的神像，但是左右边都还有妈祖的神像，大妈、二妈、三妈、四妈、五妈、六妈、七妈、八妈。后壁下茄东泰安宫妈祖出行绕境3年1次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4月15号，农历3月份了。还绕境3天呢，已经第一天白河了吧？第二天可能是在后壁的，然后到清寮，还有到乌米勒西边那个白沙屯，然后还有。这是第一天到白沙屯过夜吧？第二天到新营北边皮寮、北寮过夜，第3天绕后壁这附近了吧？有到白河，有到义竹嘞，不，还到鹿草嘞，还有到鹿草嘞，到经过新营了。新柳湾公庙那边呢，早上5点多就要出发了呢，好像5点半左右就3响炮了，然后出发。